常见应该就是违规停车吧？应该是第一个违规停车，第7个这个红灯右转吧。我觉得应该是闯红灯吧。最常见的话，应该是比如说违规临停吧。对骑机车的人来讲，就是如果车子违规临停的话，机车常常就必须要绕出机车道，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就是用路上的安全的顾虑。今天想要讲争道行驶，因为像来的路上有时候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啊，然后有时候遇到就是可能汽机车想要超车，然后机车就常常会切到内侧的快车道，然后对于就是开车的驾驶人来说，其实这样子就还蛮危险。台南市10大常见的交通违规哦，那第1名是违规停车，第2名是超速，第3名是闯红灯，第4名是未依规定使用灯光，第5名是未转弯未依规定，第6名是争道行驶，第7名是红灯右转，第8名是未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第9名是违规临停，第10名是未戴安全帽。我们经常看到用路人开车或者是骑车，他贪图方便，直接在路边或者是十字路口、交叉路口，甚至在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直接停下来。像这种行为一般都会挡到后面车子的视线。有时候后面的车子为了闪避前面的临停违规停车，为了闪避前面的车辆，去跟其他的用路人车辆追撞这样。很多驾驶朋友就如网络所说的切西瓜或者是鬼切直接从外侧车道左转，或者是从内侧车道右转它跟争道行驶差不多是一个概念。一般我们在路口接近路口处会画设双白线，那这个双白线的用意就是禁止驾驶人横越或者是跨越双白线那这2个交通违规都会造成后面用路人闪避不及，突然冲出来追撞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请每一位用路人从自己做起在路上多点耐心，多点安心。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其实交通安全是行的一个基本权利了。那过去台湾常常被人家讲说行人地狱，台南也常常被人家批评我们的这个交通的事故率比较高。那我们从硬体跟软体方面的改善的双管齐下。硬体的部分，我们对于路口的设计，包括行人专用石像，还有包括路口的改善，这些在做那另外软体的部分，我们希望驾驶人跟同学都能养成，跟我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养成安全通行的习惯。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10月22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疏散碰港甲溜丁的季节过来了，台南市政府甲全台超过2100间的连锁卖场合作，将自24号开始行销台南在地柑仔类农产品，不管是碰柑、溜丁，也是高山头鸡蛋丁，要让消费者食到上市的好滋味。11月是柑橘类水果盛产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为了帮助农民来行销，除了邀请台南台江猎鹰篮球队的队员，甲农民做伙来拍片行销，另外嘛甲农粮署以及全联大润发来合作，预计24号开始，要伫咧全台1100间的全联超市，甲大润发来上架，互全台的民众拢会用个就近买到台南新鲜的碰柑甲溜丁。有时候果品外销还要加运费加碳足迹，但如果我们台湾的很多优质的
不管是台北市的、新北市的，或是很多优质的消费者，他们看到我们这么好吃的青皮椪干，不要看这青皮椪干，以为还没熟，这已经都是很甜的哈，甜酸比都已经很熟了。那我们的鸡蛋有丁鸡蛋丁那这个都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品，也是非常好的水果，更是非常美味可口的这个水果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来采购。那最重要的是在全联、在大润发的通路买2送10买2袋送10块那尤其这个都是非常好的通路。那在全联，在这个我们大润发买我们台南农产品，不仅品质有保障，而且价格有优惠，最重要是买到真品真价伫下午的行销记者会，包括农粮署南区分署以及全联台南高雄处的副处长，甲大润发嘉里店的总经理拢亲自出席。现场还有侪位的民意代表，甚至连网红、过期空姐、男人帮嘛拢到场，甲市长做伙来拍片行销。活动期间对10月24到12月7号，民众只要到全联或者是大润发购买台南的椪柑甲柳丁，任何2袋还佫用个做伫10块的优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成功大学生命科学系微生物团队最近研究咖啡豆二次发酵技术，研发出全新的东山有机咖啡。22号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向大家做介绍。成功大学生科系教授蒋振宇表示，台南东山甲阿里山出产咖啡，伫国际赛事上屡创佳绩，但一般的咖啡品质口感较难以甲非洲的伊索比亚、夏威夷、蓝山等地咖啡豆相比。因此，成功大学生命科学系微生物团队就针对咖啡豆二次发酵技术进行研究。利用无共配方的酵母菌加乳酸菌，并以微生物科技导入，成功研发出具有水果香、花香的咖啡。咖啡呢，其实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好的很好，那其他的后端班呢，其实叫做高不成低不就。那但是我们台湾的生豆的价格非常非常的高。那你会说，奇怪，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看什么阿里山咖啡啊、东山咖啡出国比赛，东西世界冠军啊？对啦，但是那是少数中的少数，那真的是 No.1 的。怎么样让咖啡可以把品质提高？今天做的呢，事实上是所谓的咖啡豆的2次发酵。那大家买咖啡的时候，其实都是经过发酵的，都是自然发酵。不管你是水洗的、日晒的、蜜处理的，通通都一定有经过。而且每个地方因为微生物的组成不一样，所以风味也是不一样。那也就是说，那每个地方它的特点，但是台湾的咖啡的 uniqueness 是什么？它的区别性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成大微生物团队也是地震农农场为栽种、采收、甲发酵，为农民提供辅导。我们也有的农民在种植的时候，他就是比较盲目。那经过老师以后，我们整个是有系统性的。他会整个我们的种植，然后它土壤，他会检测，回到实验室，然后再去调整一个微生物的一个使用，它的种类跟量，然后一直做这样滚动式的一个调整，所以我们整个一个品质跟整个量都有提升。团队主持人蒋振宇指出，团队到底研究较困难的二次发酵原因，除了是为解决农民大量采收咖啡豆处理袂赴、容易滋生霉菌的困扰，嘛会当透过微生物的科技来改变、提升咖啡的风味甲品质。同时，为了方便技术转移，团队特别研究出常温的二次发酵技术。将来是要把这个技术转给我们的农民的。如果你需要很严苛的条件，成本就会提高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基本上都是用农民可以做，然后可以大量做的，所以我们用的是基本的桶，做一个小北买的桶子就可以做了。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微生物的配方的差异而已。蒋振宇表示，成果发表只是抛砖引玉，明年还会结合咖啡综合营养管理，为先天来改变咖啡生豆的营养组成，同时建立先果发酵以及深度二次发酵系统甲流程，望会当提升台湾的咖啡竞争力。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
高分啊高中小海洋舞蹈队参加112下年度台南市学生舞蹈比赛，以作品《海尾吻仔稀有气》摕下国小团体民俗舞蹈第1名，相当无简单。而且因也将伫明年参加全国比赛，替台南市争取公赢。去年才成立的高分高中小海洋舞蹈队，今年第1摆报名台南市学生舞蹈比赛，以台港流行海尾料为题材，编排出作品《海尾吻仔稀有气》，讲的是渔夫到安南区外海掠鱼，发现到这片海捕新生地，当中还原台港居民掠鱼仔的风景，甲鱼仔收水、耍水的高水模样。融合了在地文化和舞蹈元素。那很开心，这一个舞蹈团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那么在这一个老师辛勤的指导之下，那么孩子也非常认真的练习，所以第一次参加台南市的舞蹈比赛就有非常好的成绩。我想，这个是我们全体的教师还有师长们大家都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学校为暑假开始，为这群对舞蹈有兴趣的学生加强训练，希望借由舞蹈基本功夫的累积，让动作更加的好，同时提升身体素质，培养团队精神。我们这次出赛的队员，其实蛮多都是第一次出赛，甚至是有些是第一次上台。所以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训练的时间呢，其实他们也是咬紧牙根，就是陪着我们一起，就是进入到舞蹈专业的训练这样。那当然到最后就是公布名次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练了这么多次，我们得了第1名是有意义的。第1摆参加舞蹈比赛，就摕下第1名的好成绩，实在是无简单。明年2月也将代表台南市参加全国比赛，希望会当再创佳绩，争取荣耀。台南市民说话采访报道。台南市迪克开了将近20亿，征地了后有了初步成效。不过，为伫迪克下游日新溪的部分，议员周丽珍接到不少民众တင်情，不但截涂刷，而且常常有臭味，所以议员邀集市府水利局会勘，希望找出彻底改善的办法。议员周丽珍因为接到不少的民众တင်情，表示为伫南区英华国小附近的日新溪，只要天气一热，就时常飘出恶臭，不但烟花的住户挡袂牢，就连国小学生上课嘛爱时常闻臭味。较早袂遐臭，即马颠到臭久啊！即马水颠到青，青一定会反臭啊，一定会啊。对啊，水袂洒袂透安那，一定会啊！积水，积水若要走出外口，无迄落，无就走落海落。目前就是说，我比较可以的，咱应该爱先处理的部分嘛是爱先处理的。对此，议员上午邀集市府水利局来会勘，现场除了民众关心，连学校的校长、家长联谊会以及南区里长联谊会会长、开南里长嘛拢到场出席。议员表示，因为日新溪位伫迪克下游。总袂用的迪克开大钱来整治，下游却囥咧唔管。对此，市府水利局回应，目前正争取第2期的净水厂的设置，希望明年会用的来开工。日新溪是位于我们竹溪的下游，那竹溪也整治好了也第1期整治好了，也花了快11万元的经费。那竹溪目前的景观非常的亮丽，而且排水也很顺畅。那至于下游日新溪的部分，淤泥严重还有脏乱不堪。希望我们市府能用心的解决，不要让一道河流变成2个世界让市民觉得说怎么一个台南市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希望我们台南市能用心的解决我们这20年来日新溪附近居民的一些困扰。日新溪从我们目前永华国小往上有大概3公里的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正在整治的一个河道跟水质的部分了哈。那目前第1期的水质净化厂已经完成了哈，也已经开放使用。那总的来讲的话，每日的排放污水量上游的部分民生污水的部分总量大概是5万吨左右了哈。那我们日处理量，水电厂日处理量大概是2万到2万5左右。
哦。那处理完之后的干净的水，我们会再打到上游去挹注，哦，然后把污水的部分，哦，再稍微稀释，排放下来就会稀释的了，哈。那当然，还没有完全整治好，因为毕竟还有3万吨的那个污水还没整治，然后那市长这边也特别关心哈。那我们目前有跟环保署这边有合作，哦，也要争取第2期的水净厂。那第2期的水净厂初步的设计费2000万的部分，哈，将近2000万的部分已经争取到了，那也已经有设计的成果出来了。那我们设计的总经费2期的水净厂大概是4亿6左右。那我们明年的话，哦，我们会跟环保署来争取这一笔工程的经费，顺利的话，哦，我们会协调周边的，会办个说明会，然后让民众来参与一下，知道我们目前的进度大概是怎么样。除了净水厂的规划设置，另外伫节流甲用户污水接供的部分，水利局嘛会加强南区旧部落的污水接供率，双方同步来进行，就会彻底来改善下游的水质甲恶臭。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野马祖上香山是台南安平的地有民俗活动，台南市文资处甲安平开台天后宫特别出册来记录，并伫咧庙厅举办发表会，同时透过纪录片，互更较侪人认捌这项民俗信仰。安平野马祖上香山为清朝时期延续到今，是地方重要民俗信仰。2019年，经过台南市政府审议，订立为市定民俗，为着互更较侪人会当认捌，文化局透过当地文书工作者，结合在地耆老，出册记录。咱野马祖话讲的两桥脚，但是阮安平野马祖叫做上香山。除了上香山呢，阮安平人拢认为讲马祖拄暝就倒来到遮，已经300几栋啊，一阵仔嘛要转去，所以4冬我们都会野马祖上香只一届，就是伫上香山，就是即马迄个渔光岛的海边啊。这项民俗是安平马祖摇祭梅州祖庙的仪式，仪式当中会伫三群新海边设置一个祭坛，中请马祖先请进香，其中安桥的时阵。装饰伫马祖头壳顶的钥匙凤车，也佫会先摕落来，避免头壳顶有钥匙的物件对爸母不敬，展现出孝道的精神。这个民俗活动，基本上其实是凝聚了安平的各角头社，所以有没有办法去这个内中业主，这其实一点不一定是这个仪式最重要的重点。最重要的重点是，靠这个仪式在安平所有的角头庙考起来。我感觉重要的是这件代志。新册发表会现场也播放入选2023台南市文化资产影像比赛纪录片，期待透过庙方、文书工作者甲影像记录等3种不同视角，共同来认捌台南安平的重要民俗信仰。台南新闻顺怀采访报道。伫高雄有一间专卖吉拿棒的单位，只要到下晡的时阵，就有侪人去排队，家己制作米糕，加上无同的口味，互真侪人拢讲好食。挤成条状的特调面糊下锅，在油里浮动，热腾腾起锅，香甜的味道在街边飘散。这个是有西班牙油条之称的吉拿棒，想吃的话不用再跑市集或电影院。欧式传统融合台式口味，经典肉桂是热销项目之一。但害怕肉桂味道的客人，有些也会选择巧克力。酥脆外皮包裹软 Q 如麻薯的内馅，一根2口刚刚好，加上微微苦涩不甜腻的巧克力，是许多常客的最爱。然后呢，因为巧克力酱淋上去啊，我选的巧克力巧克力酱它没有很甜，所以呢，我会加一点点的砂糖，所以让它多一点点砂糖的口感。
单独只放这个吉拿的时候，又觉得它有点单调，所以呢就想说啊，放一点点装饰性的东西。那其实棉花糖其实还蛮大的，而且它热的时候它会融化，它还会有拉丝的效果。老板不马虎，仔细分层淋酱，确保每一根吉拿棒都能沾好沾满。老板和老板娘原先经营无国界料理店，如今转行炸起异国小吃吉拿棒，希望做出美味又轻松入口的点心，融合台湾与西班牙的道地口味，让西班牙来的客人也称赞。我们的面糊都是自己调，就是找到一个最适合的面粉，然后我们都是前一天制作，因为要冰一个晚上，当天做的时候炸下去就会发得比较漂亮。那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换油，然后我们也用的是比较好的油，那客人会觉得说，吃起来就是外脆内软，然后就算冷掉也是很好吃。我们也有客人带他的西班牙的朋友来吃，说是吃起来就是像他们家里面自己做的。摊位附近就是市府行政中心和学校，老板表示，曾经在1天内，光是团客订单就能卖掉100多份，也会跟随节庆推出不同的巧思，用料单纯、外观精致的吉拿棒小点人气满分，成为下午茶时光的最佳凉拌。记者吴家伟、李凡飞，高雄报道。位伫高雄中正路甲中华路交叉路口的主妇商场，已经有25档无营业，即马总算传出走出去的好消息，希望商业旅馆的进驻会当带动周边商圈的发展。80年代的记忆，主妇商场过去这边是人们购买服饰与生活杂货的据点，但随着时代变化，如今这栋盛满回忆的建筑已经熄灯沉寂了长达25年之久。很怀念啊，怀念那时候时代的那个时光。这边早期民国77年那时候，77、78，那时候是他租给主妇商场，在卖衣服。我刚进入社会，有来这边买衣服。买了一些衣服，到后来就结束营业了。早期这边还有一个延缓，延缓也拆掉了。这边一直还停留到这里。这栋坐落在南高雄核心地带的原商场，已经有20多年没有人进驻，窗户上出租电话早已斑驳的看不太清楚。将近1000坪的黄金三角窗地带，只能放着养蚊子。附近的住户也觉得这样放着很可惜。不用那么可惜，放那么久，或许不会说都一直没落。真的那么大的空间，就闲置在那边那么20几年，觉得好可惜。很可惜啊。很可惜啊，因为造成这边的地方也没有繁荣，整个停滞下来。但最近却传出了新消息，这栋网络乡民评为最任性的屋主，竟然租出去了。可以看到，为了施工安全，骑楼已经围上了三角锥，并贴上了施工标语以及商旅准备进驻的张贴公告。经过的民众看了也感到很期待。现在有人愿意来使用主妇商场这个位置，在捷运市议会站的旁边，应该是等于金融蛋黄区。所以我们希望主妇商场现在有重新再利用的话，希望能带动这个附近的这个商圈。随着高雄车站准备完工，周边的商圈也起了连带效应，不断传出新的好消息。随着各种业者的进驻，希望可以带动整个商圈的活络。可以结合周边的一个商圈，我们东边有六合夜市，有大圆柏，还有新崛江，还有西边有历史博物馆。还有旧的市议会，那未来还有把中正路规划成金融商圈的一个地缘关系。未来我想，如果有新的那个商旅加入的话，应该可以让地方的一些人潮啊，人气会越来越活络才对。随着地标的没落，回忆也跟着停滞。如今齿轮又重新开始转动了，希望新的厂商进驻，可以再带给在地的人们留下新的回忆。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